说到这个货柜三雄啊，这个一定是最近以来被询问度最高的股票。那长荣呢，它今天解禁，那表现的也比市场上预期的差。那怎么样子看货柜三雄的后市呢？其实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货柜三雄，它最近以来它的涨势呢，我相信是跌破大家的眼镜。那我昨天大概统计了一下，这一波长荣呢，从今年以来大概上涨了6.2倍，万海呢上涨了7.7倍，阳明呢上涨了9.7倍。那我们用一个比较客观的、比较用一个股价评价的角度来看这个所谓的货柜三雄。其实呢，今年的货柜三雄，他们的 EPS 大概都落在26到30块之间。那如果对照今天的股价，本益比大概在10到12倍。那你说这个本益比高吗？其实不高。但是你如果用一个传产股，甚至是一个景气循环股的这个角度来看，其实已经不低了。所以说，货柜三雄它目前的股价其实已经都忠实的反映了未来的获利。所以你看到的货柜三雄财报还是很好，但是呢，股价已经慢慢的没有吸引力。我们说一档股票呢，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在它的未来的获利还没有反映在股价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股价才会有低估的机会，才是一个最好的进场时机。但是当你今天你的获利完全都反映在股价的时候，那这种股票呢，它的股价就已经没有吸引力。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进来追货柜三雄，或许短线上呢你还有机会赚得到，但是呢你是要用一个比较大的风险来换你的获利。所以进场之前呢，要好好想一想，这样子到底值不值得。而且这个货柜三雄在今年以来涨了一大波之后呢，不管是季线的乖离还是年线的乖离都非常的大，所以短线上非常有可能先修正这个乖离。这一波的所谓的原物料族群，包括像基本金属，所谓的铜、铁跟镍，甚至包括农产品，包括原油，大概都有一个比较大的涨幅。为什么会如此呢？主要的就是因为现在整个疫苗普遍的施打，那欧美这些国家也陆陆续续要解封，那经济也慢慢在复苏当中，再加上拜登的基础建设计划，2.3兆美元的基础建设计划，这些呢通通加起来，造就了这一波原物料族群的大涨。那短线上看起来，这个涨势呢都还没有结束。我说你不追这个货柜三雄航运股这边你先不追的话，原物料族群当然是下周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尤其是像钢铁，钢铁目前呢相对于这个航运股呢，它基期是相对的稍微低一点，这个也是下周呢可以考虑的点。